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一方面寻求中方支持，一面又挥舞制裁大棒，这是行不通的。赵立坚称，美方最近发布了很多关于对中国的挑衅言论，比如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如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行为，将面临严重后果。他还说，中俄经济加起来仅占世界经济总量25%，而七国集团则占50%以上。即便中方无视美国警告，帮助俄罗斯应对制裁影响，美国仍掌握一系列工具，可与欧洲伙伴协调运作。美方若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强力反制。土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周三早些间飞往莫斯科，再次尝试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斡旋。据报道，乔乌什欧卢昨天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并不容易，但他补充说，存在妥协的希望。乔乌什欧卢说，我们希望这场危机能够和平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外交是很重要的。他今天在乌克兰进行会晤。针对乌俄冲突发生以来台湾民进党的行为，中国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周三表示，民进党借乌克兰问题刷存在、蹭热点，完全是乘人之危，意在独谋。台湾外交部昨天宣布，继向乌克兰提供350万美元的急救后，将在第二阶段向难民提供1150万美元的援助。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宣布，将向乌克兰发送1个月的薪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时，近期出动多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活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和朝鲜的威胁，日本面临充满挑战的安全环境。日本航空自卫队与美国空军首次在青森县三泽基地附近的日本海上空举行隐形战机的联合飞行演习，展现日美团结。据报道，俄罗斯互联网营销商周三预告了将推出社交网络 Instagram 的俄罗斯模拟版产品，为所有人提供常用功能。3月14日，俄联邦通信监管局在俄罗斯限制了对 Instagram 的访问。新的社交网络将被称为 Rosegram， 将于3月28日启用。乌俄战争进入交织状态之际，全球的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称中方事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知情等说法是假消息。白宫发言人沙奇曾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在经济或军事上帮助俄罗斯，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即将到来的斋月的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恩人的慈善活动继续进行。他们将其他兄弟的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视为自己的责任和快乐。2022年3月15日，与土耳其种子青年运动协会和东突厥伞协会合作组织的东突厥伞家庭援助分发的活动，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伞协会举行。来自东突厥伞的50多个家庭和儿童参加了此次活动。总部位于杜伊斯堡的东突厥伞文化与团结协会今年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开展慈善和团结活动。